讲咧，借着无的力量，也讲借着力量来练习，借着合理跟不合理来历练你的心境。你合理跟不合理，你都无法度安然自在的代表你的德性高超。所以讲咧，咱一定要合理。父母这过是难干，无当地啊，无有人一句话甲你刺激着，你嘛知影讲我嘛是安尼。老人一句话甲你刺激着，知影啦。我知影好啦，爱支持了出。支持就是说安尼，我现在安尼，我会去调整家己。安若消极就是这个，我家己讲歹势个，我甲你若收倒来讲咧，安尼敢好？唔好啦，进步啦，这就是咱要做的。但是要调整到做到较简单，简单啦这就是咱洗小食班咱爱用的。收倒是课程咧，收倒毋是讲我咧食菜，就用来烧，无就做拄好安尼个收面的，毋是收面就是这个所在。所以讲咧，你这个所在主要甲你讲，苗你不收食有余，收你不是食有余。再对，咱一定会开会，有一定，开会咱一定会结果，这个这是爱家己爱主人情义，如你你收到学倒来讲的，当然到饭堂上解决咱嘛爱交换啦，咱是安尼，爱有一个指示啦，但是先生甲咱讲，讲咱的质量拢无够，咱要到饭堂，为啥物咱打要交换呢？好来，你太不在问，无法到饭堂呢？安尼啦理啦，所以讲咧，这个所在，这个或者这个图大概互咱看，多行字甲细行字是细行万物之一事一种，那么咧这个图就是类比教育嘛，多行字类比教育，所有物件拢总是有众生的，那么咧总过来了有种环保的能力，咱即马就是要咱对有种环保啦。要咱对有种环保的能力，所以讲呢，咱就是讲，在你心中有的都不能有。咱修哥敢会使有个性？袂使啦，伊有个性是嘛？咱这就是要有种环保，咱要安怎照着有，恢复要到咱这种莲佛陀、观佛陀清净而无碍，那么自在而解脱的纯净。就是安尼，安尼咱就是话了，咱本来是无，因为咱本来就是安尼，所以一定要恢复到咱个高安。要恢复到咱个安尼，一定要细行之，爱着杀机啊，爱着杀机。杀机毋是讲这个心我要学成绩，我条件我家己是袂使安尼一啦。迄是讲着无义的啦，无心去共相应的啦，无意之间啦，咱袂使讲我要去成长，所以我一定要甲你安怎，安尼啦咱大家做伙相处爱注意咧，毋通大家相应啦，要爱下放真正圆融佛法，安尼咧，咱才有法度达到圆满。所以讲细成绩，是一个杀机，讲起来是一个不仁，但是不仁于大仁。所以讲咧，咱有这个过程咧，咱就当知影。所以讲咧，要达到完全不一，其实真的是要下功夫。若无咱必然要达到圆陀所方天，会有困难的。当然咧，这个讲多生智，多生智，多生智啦那么这是这个图，但先讲的咧，归纳起来，伊是这个。伊是这个情形，本来着咱看咱更较简单因为到那么显化了点真理，显化了真理，那么呢，伊的尊贵，伊富咱这样的名声，那么呢，提高这个得意的涵养，互咱呢更真正的到了点这个人介意人生的这个部分。
那么真多难吼，伫这个所在咧，就是咱先人较早处理或是写这就是一般可能前日我讲礼拜吼，我地动咧，加俾我们这个分享，嘛，我们去了解，这个前日这样咧，已经讲较足详细，已经讲较足详细。那么真多难吼，因为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大开普渡山头普渡，所以讲咧，这是空前绝后上殊胜最后一代最后一届，咱问无法一定是会帮车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咧，真多人有一定互咱得到啊。咱讲下当无下功夫，无认真做，无拍着做，因为人生关键嘛，咱讲一定下当讲无法当食几回不一定咧，因为一回嘛，咱咧死，百回嘛，咱咧死咧，但是咧死毋知咧，若是甲做事体，但是死到了紧，无要紧啦，反正有来就是咱会甲咧死诶嘛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咱会当真正当着这个山草普渡，咱当着这个大道普渡，咱一定要好好的把握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咱讲空前绝后啦，会使讲水位上升，水准如何供量偏低，伫点个时代讲真水真火一季节，所以讲咧，咱得到一当可以比较神奇，所以咱大家修。会到这里来得到，所以讲咧，过去祭天仙，咱会甲想，为虾米可以讲来咱遮尔？咱感觉较早毋知迄就好，这较神秘一声就阮知阮毋知讲祭天仙，伊遐是无烟道了，伊个度生死，所以咱会甲引导脱离为苦海，那么引导脱离为苦海，上界大好的印证就是咱百年以后辛苦。这就是引导伊的思想，那么就是讲咱人下不为生，功不平生，会使讲是软个平时个必死的时，以前个较好做，所以讲这是道的可贵伊的思想，拢已经呈现伫咱面头前啊。所以咧，唯有就是咱靠咱家己啊，靠咱家己啊，这个咧，就是讲这个道。这个道咧，伊有咱这个退了后，像老母甲咱辛苦生落来敢爱饲囡仔，敢爱饲囡仔，饲囡仔饲大人老人讲你烦恼一定袂过来饲，袂过来囡仔要食，若感觉讲咱的经济较无好，甚至会正业、严业、农副业。开始知道遐艰苦，伊要饲囝，要饲囝，因为囡仔刚生来爱共饲，上紧互咱点明了后，咱爱甲咱传扬，变一个人的心，咱爱那么是大甲咱生这体了后，嘛就爱甲咱食，互咱中大生活。所以讲起上紧互咱体了后，伊一定爱去甲咱饲好大，就是咱的父母爱甲咱饲好大。所以讲咧，道心智，学智，那么咧，用智、用智、行智、识智，这个会，所以讲咧，上天能够树家、树情、树因嘛，咱若咧用法以啥物拢爱感谢天之德，感谢上天树家、树情个树因嘛，但是无树咱欠是无法用这爱知影所以讲咧，咱会感谢上天，互咱有点势，所以讲咧，无钱袂用的，无钱袂收的，所以讲咧，除了着过咱一个体，袂当真正做这个修真，那当然伫这个所在咧，来讲行智、识智，就是讲要开了关关，那么就是讲从伊本来，你爱定会。形成了后，你会识字，你识字的当中，你爱透过他拄仔的细行字，你要有条件来历练，才能够成就的久久存金呐。迄当是永久的顺金的若无顺金，无达到咱本来的业就对啦。
所以讲呢，伊来是用啊。那么你咱稻苗，稻青来去个稻啊，然后半年食草，有啦，哇，那点点哦，你点人数、斗人数，这个点点哦，都无传，那当然，那就是生意有办法嘛哦。所以我哋咱个人了后，为什么要投资 AI 接受了的本地教育哦，来帮助他能够一直跟我们让心的，可以把让心的，这那是咱投资的。哦，所以讲咧，课程了后，咱嘛是爱经过了解、学字、用字、用字、成字、识字。哦，那么伫这当中咧，讲咱会当用字、复字就是讲咱叫好好好字，可以会当由主干形成了题干。哦，改换啊，哦，改换啊。所以讲咧，伫咱道理讲咧，咱当有法度咧，人真正咧达到完满。那么来讲，如何咧贵重了解？那当然咧，心而不用，为而不思，用而不在，这就是讲讲这个道德，这个德哦，伊的尊贵啊，伊的尊贵，上天伊心而不用，为而不思，用而不在。咱感觉听着讲，艺术咧对咱咧讲。因为恁当中是我甲因生意大个咧，哦，安尼甲咱讨人情，敢有无啦吼？上天讲无甲咱讨人情，是大人敢有甲咱讨人情？无啦吼，伊拢袂讲咧，哦，我做辛苦，安尼甲你饲啊遮大汉，若无我甲你饲，你才会大汉，哦，若无我甲你栽培，你才会当安怎？安尼所有尽家己的能力。无论我所办造成，所以讲咱来学天之业，咱来心里不用，先观而清，这就是咱的职业。为什么我们爱考二法主言？主言就是讲本来就是这样的。你若讲想讲本来就是这样，我做老爸啊爱饲囝，本来爱饲啊，到底你讲叫我会，对不对？我甲你咱家己囝拢可以讲。我咧讲你，而且你讲安尼吼，你做老爸吼，可以嘛？咱就是因为讲，你付出，心里不用，为你不死，用你不在，你这当中一旦让你有了，而且安尼，伊是安尼流露出来形成的哦，伊毋是讲我做足济，我大头。我做大人，不是，就是讲这若无我无可能，咱各位一个，咱袂当安尼讲，这间公司你还袂来，咱就生气吧。这间公司你若退出等于会倒，无太会使讲我无可能，不要这样。因为上帝咧，伊也是有细咱种人，伊到有来讲法，到有来做对人情。没有所以讲咱个后天之业，后天之业，你今天你当真正有无？若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咧，咱必定要了解，水先离万不离不全。这个水离万不离不全，伊讲你也看，所有的物件拢一定爱离水，但是水到有甲咱相济，伊拢不相变，安尼咧。伊不相变，那么咧，老师讲吼，故意而道，安尼一定接近了解这个课。所以讲咧，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归于上天，归于自然而然天所赋予众生的那一种涵养德性。所以讲咧，不只是来讲天人，不只是文明法律。咱来我讲的，体统治了后，遮尔伟大，遮尔这个无简单，但是呢，伊拢袂甲咱讨人情，伊嘛袂点点啊，你毋通讲嘛做一啥个改变，你能够涵养，你涵养你的内面，你会越来越内敛，你
你会越来越稳重的在你内在成就的那一种的东西，这个是个好问题。所以讲呢，咱就是讲哦，咱的后这永恒的正义，后多因之源，圣灵是代表天嘛，所以讲呢，咱就是圣灵，咱来进入天来管，圣灵有为不是用不在，所以讲呢，咱除了这个因修道的态度，因为我这个经嘛是以后正道，咱要修道，咱得道。咱要行道，咱要行道，行道该哪办？该做起来啦，来地址啦。所以你对成功了解，你就是正道的来推，正是在，这是咱进一步。所以当有人做，你爱讲爱自由去做，你爱自由去做，你唔乱谈。伊是你种嘅，你为什么乱谈呢？会当自己去，拢你个啦。你是做学前那本书，做学前无讲咱到时，咱到时做学前那本书，毋是啦，讲来讲去拢是对家己的。人讲我过时我跟我这时间，我过时我来说，无经历呢，你讲嘅咩？故事我来讲给你听，所以讲呢，就咱一定来了解。所以讲呢，天道父亲为的是。亦是正道的代推，是入门修真的因果时啊。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当做嘅。那么呢，咱的这种和睦都是以这个和睦以拢以有紧密相连。所以讲呢，咱修道，若果修道会改变命，咱无改变命，就是代表咱累积无够，就是咱做人。所以讲呢，你这个所在，唯一就是不断的造就，才能够改变命运。这是稳定的，那么以不变的发展。所以讲呢，人若无照体力，天无照价值啦。所以讲呢，这个社会为什么呢？那么伊会应用他遮尔济材料，因为咱人无照体力。咱讲这个人心不保，人心不保，因世风日下道德沦亡。所以讲呢，这个业是应了着，那么呢，应了着啥？道德沦亡之下。所以讲这个材料的愈侪会愈来愈侪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呢，不断去引申出来，互咱了解因为，唯有就是爱积极啦，所以讲呢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德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表面讲讲，过无积德，积德不连连。咱若无积德，若无积德，咱的道德会显现的更显显。所以讲呢，要互咱会当道场下班主教，就是要互咱累积了着道德，累积着这个业，咱的道德呢，才有法度来产生。那么行道的当中，咱来建立入口，我甲看咧道场这个前线，因咧做啥个？伊讲我咧讲，咱也唔知影。结果到后来，咱去发现，真正讲到做有够一代志，做有够一代志，但是伊拢袂讲，咱就唔知，迄代是真正的。所以讲咧，建立入口，上日不立，下日不立。那么呢，再来就是结语啦，